半年前發嘅香港人體驗大陸街市，竟然仲陸陸續續有唔少人點讚評論，唔通街市就係流量密碼？咁呢一集就由我呢個香港人帶大家體驗下香港地道嘅街市。大埔呢個街市咧喺香港咧都算係比較有特色嘅。咁而家我哋一路行成個區域都係賣海鮮嘅。聖子王128蚊一斤，100蚊5隻咁大隻元貝喎，咁大隻鮑魚喎，5隻喎，都係80蚊一份。珠海嘅日月貝嚟咗啊，100蚊一斤。香港街市咧係將啲魚一碟一碟俾你揀，佢咁樣賣法咧就唔係按斤稱，見到幾多就係幾多錢，心裏好有數。嗱，呢個泥鯭咧係80蚊一斤喎，半斤8兩，即係香港講緊個市斤咧係1斤16兩，大概咧就係等於605克，大家記住啦。長腳蟹1280蚊一隻，好正，平有平食，貴有貴食。活鮮咧就78蚊一條左右，冰鮮就30-40蚊一條。嚟到香港啦，簡直係海鮮大自由，真係好多選擇。嗱，我喺香港住嘅時間咧，成日都打邊爐，就買呢一類咁嘅叫台灣雜丸啦，30蚊一磅。香港嘅街市除咗計斤咧，仲有計磅嘅，一磅12兩。嗱，我哋去中山咧係活捉山雞嘅，但喺香港咧。所有嘅雞咧都係集中屠宰嘅，落到嚟全部冰鮮噶啦。豬手都係26蚊一斤啫喎，然後嗰啲豬肉咧48蚊一斤。而家啲牛肉賣緊幾多錢斤啊？138啦。話一支關口嘅牛肉火鍋全部逼爆晒人，實在比香港平好多。香港買菜真係閒閒地10幾20蚊一斤菜。一嚟到香港睇花咧，我成日記住我老婆有一句說話：喺中山就鮮花自由，因為講緊幾蚊一束花，都唔貴啊，30幾蚊㗎。反正我不買。搵到我個名羅賓娜。嗱，行街市行得攰攰地，肚仔餓，上去熟食中心醫下個肚先。俾一籠燒賣，一籠鳳爪啊，唔該。好，唔該晒。15蚊一個點心，我最中意食嘅兩樣。我都係中意香港嘅鳳爪，啲味道真係不一樣。唔好成日話香港物價貴啦。咩下雞嘅？大份下。今餐豐唔豐富啊？呢啲叫人間煙火氣。呢一碟炸兩，而裏面係油炸鬼嚟嘅，外面咧就係嗰啲布拉腸粉。咁啊，記住啊，炸兩要落醬嘅，辣醬、芝麻醬，仲要加埋甜醬。啲油炸鬼仲係脆㗎。然後呢一個咧豬扒雞翼麵都係40幾蚊啫。咁你試下個招牌大塊厚切豬扒嚇，哇又香又脆啊，好正啊！呢間真係值得試。下一次嚟大埔熟食中心，記住東記好收錢。事隔幾年行返香港嘅街市，感覺係既熟悉又陌生，環境越嚟越靚，設施越嚟越好，但係唯一不變嘅就係香港人嘅人情味。